今日嘅新常識就係、好多細路體溫偏低，應該捱凍。我奉勸所有人，冇逼現代嘅細路着短衫嘅。原來唔好㗎。咁樣講嘅人，就係對兒童過敏症非常了解。兒科醫生精益恭賀。昭和時代好多細路都係着短衫嘅，咁係因為當時佢哋喺冬天都會出去玩，所以新陳代謝好啲，體溫亦高啲。原因係到咗現代，多咗細路體溫偏低。事實上，有研究報告指出，喺過去30年裏面，兒童嘅平均體溫下降咗1度。本身體溫偏低嘅細路，如果再着埋短衫，體溫就會再下降，導致低溫症。人嘅體溫會下降1度，免疫力就會下降3至4成，會對身體造成影響。感染細菌同病毒嘅風險就會增加，同時亦有機會導致血壓上升同自律神經失調。另外，體溫降到36度或以下就係低溫症，出現腦血管障礙同糖尿病嘅風險就會大大增加，一定要多加注意啊！最普遍嘅講法係因為佢哋缺乏運動，成日匿喺屋企打機。當運動量減少，新陳代謝都會減少，體溫自然低。